健保资料库的资料二次利用的代志，宪法法庭自年判定部分有违宪，规定在3年内定专法或者是修健保法。卫福部公布卫生福利资料管理条例专法草案。草案虽然有各自未予其他的单位使用的退出权，不过民众都要家己申请才有效，官方是未主动通知。有民间团体认为讲专法内底有伤侪改图的空间，民众的个资要是真恶得到保护。过去20年，民众伫健保资料库内底医疗者私人的个人资料，拢提供核实者单位来使用，无需要经过当事人的同意。不过2022年，宪法法庭判决，健保资料库予第三方面伫目的以外使用，欠缺个人资料监督的机制，也有当事人请求停止使用规定，必须要设置退出权，伫3年内底修法。将卫福部公布卫生福利资料管理条例专法的草案，修法重点包含资料有监督防护机制，也有民众有私信的自主权2项，并且设立咨议会来处理争议的事件。好，依照宪判就会设计一个咨议会，那在里面有什么争议啊或什么都可以再做一些处理。如果你涉及到是各自的问题，它基本上还是由各自的这个机关去管理。那至于你自己所辖的这些卫生福利资料等等是会在这里地方先做处理的。卫福部讲，健保署使用民众资料分析违宪的部分是指，健保资料加做目的以外使用，所以参考其他先进国家专法来设立专法的草案。不过要注意的是，草案内底虽然有未予其他单位使用的退出权，不过卫福部采取无主动甲民众通知是目的外使用项目。换一句话讲，必须要有民众家己主动申请这个退出权。这条文要删掉吧，或者他要告知，就是事前跟事后的同意都必须要做到。卫福部讲，这摆有个草案有60天的有个期限，正式公布是补法，等待收集意见了后，也会修正内容，再推出其他的处罚，加做详细规定。再来，再送法规会，法规会了后，再送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